来关心寒假期间儿童的安全问题，尽管基金会调查去年儿童的事故的伤害，这个交通事故是上介济。验过呢，儿童伫徛街对楼以外有15病，这比今年2年加强要4倍，佫不幸造成8人死亡。所以讲，尽管基金会就呼吁家长，除了尽量莫互囡仔一个人伫咧厝内，上好会使斗一个温馨的铁窗啊，也是窗仔门的定位锁，会使避免佫发生悲剧。行到道就对到道，拢总袂使挖过去，就算他门嘛共款袂使挖过去。这是他这辈子离窗户最近的距离了，太靠近很危险，对不对？听妈妈的话，小阿兄上听这句话。妈妈讲，接下来真正真恐怖哦。哎呦，羞，快！手有没有痛？囡仔真万倍，做家长的神经就要准较安。尽管基金会调查，去年儿童事故伤害上侪是交通事故，不过儿童居家坠楼增加上侪，16件有15件伫厝内发生，比前2年加要4倍，造成8囡仔死亡。如果我今天卡了燕尾夹，超过照样。还是不能去推开，所以我们这边设定也是6公分，希望说这样的6公分，孩子呢，因为他的身的肩膀事实上是6.6，所以呢，只要控制在6公分的话，孩子就不会掉落下去。不行啊！做爸母的拢知影，囡仔若是伤掂，一定是咧作怪。带囡仔袂使干那靠巧虎好心，爸爸妈妈一定要加注意。